嘉玲頭盒 bra 埋衫，掟錢任阿角玩。佢透視，但一啲都唔浮誇。佢黑色，但一啲都唔齋，仲好多姿多彩啊！近年地產、餐廳、紅酒、手錶都撈埋，嘉玲尋日再玩埋 fashion， 揾嚟阿角做品牌旗下嘅 design 啊，掟錢任阿角反啊！自己中意嘅理想嘅嘢啦，夢想嘅嘢啦。因為阿角一路都係首先中意佢嘅棟篤笑啦，一路傾偈，一路會俾佢吸引到入去着迷嘅，即係佢個世界係好闊好深。嘉玲話做生意除咗賺錢，亦都好有得着㗎。冇呢樣，我哋香港啲時裝做唔過韓國咁。係咯，想做到幾遠？要加把勁啊！亦因為係咁，佢旗下嘅 design 啊，全部都係本地 girl，實行全力支持香港創作啊！